突然間出現咗12個巨人，有冇咁巧啊？司馬遷佢係咁寫噶，有大人長5丈，足里6尺，皆夷狄服，凡12人，見於臨洮，5丈高，即係11米幾，接近12米高。跟住足里6尺，即係咩意思呢？一隻腳板都有1.4米長。佢哋着住中原人從來未見過嘅奇怪服飾，當時呢，佢形容叫做夷狄服。而呢12個巨人啊，到底係邊個呢？佢哋會唔會就係阮渠人嘅一啲使者，或者咧阮渠人離開咗地球之後，刻意留低去監測呢個秦始皇有冇亂用外星科技一啲嘅監察員呢？而着住呢啲夷狄服啊，會唔會其實嗰個夷狄服就係一啲太空嘅服裝，或者係我哋現代而家嗰啲太空衣呢？好啦，咁我哋繼續講落去。秦始皇佢就收到邊關一個急報，佢話見到呢12個巨人之後，佢就做咗一個震驚天下嘅決定。佢就咁講：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陽，燒以為中舉，金人12。佢下令沒收全天下嘅青銅兵器，全部都要燒熔佢。